小猪啊，Which city do you like？我有去过东道嘅城市，像曼谷，而且有世界感的。我也觉得。太阳山也到边呢，有绿绿鲜鲜、自由自在的感觉。各只城市都有佢自家嘅风景。对，像我觉得啊 ，This city is so beautiful。嘿呀，也城市清脏，有也有建筑物，值得来参观。那是什么啊？不知道了，好像市政厅哎。对，走来看看。檀香山是夏威夷最大嘅城市哦。没错 ，Honolulu is the largest city in Hawaii。这里每一个景点都是亮点哦。赶快拍照啦！檀香山好舒服哦。Honolulu is the largest city in Hawaii。还有檀香山是夏威夷最大嘅城市。我觉得刚刚走过来啊，我发现好像每一栋 building 都有它的 story 的。系啊，曼那有青岛好楼，很多亚大姐有按照睇书诶。刚刚你好太啊，爱美了一孩子后，小孩自己晚安，拜，我们先睡一下喽。妈咪，我觉得我好喜欢这个 city。Me too， 玩累了，他撑不住了。亚洲城市啊，真正动丰富。还有啊，有青岛有文化的啦，而且好像也蛮多市集可以逛的哦。真的，我们这边逛的差不多了，那待会我们要去哪里啊？秘密 ，secret。Yeah， 亚洲城市我们去探险。姐姐，檀香山是夏威夷最大嘅城市哦。没错 ，Honolulu is the largest city in Hawaii。这里每一个景点都是亮点哦。赶快拍照啦！我要打卡啦。